是因为我们不抛弃，也不放弃，所以我们才叫斧头帮。今天我们跟这个女魔头拼了！斧头帮众人听令！二、三，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滚开！说吧，你们是哪里来的淫贼？我们不是淫贼，是山贼。哼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倒像个淫贼。好啊，哪里来的山贼？我刚刚有讲过哎，我们是斧头帮的。斧头帮？什么？你们这么多人竟然都输给了一个女的，而且她现在还住在我们帮里。帮主，我们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看来这个事儿只有帮主您亲自出马才行啊。知不知道你们输在哪儿？我知道，因为二当家压住了春三十娘的裙子，我们没有办法割烂她的衣服呀。错，错就错在我们身为斧头帮，但是我们却用刀不用斧。大当家英明啊！大当家英明啊！为什么连你们有这点脑子都没有？我明天就去灭了他。那我们今天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傻？他一定以为我今天就会过去把他给杀了。哎，我偏不。你知道什么叫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吗？我知道你们不知道，所以呢，我跟你们说了，今天呢，睡觉。大当家英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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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女侠愿意帮我除掉至尊宝，我愿率领斧头帮众人为女侠当牛做马。那至尊宝果真那么厉害？当然，就连昆仑三圣都命丧于他的手下。我看，也只有女侠才是他的对手。好啊，那我就去你们斧头帮会会那个至尊宝。牛侠，走啊！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在下斧头帮帮主，外号玉面飞龙至尊宝。久闻春三十娘大名，如雷贯耳。请问三十娘驾临敝帮，有何贵干？我想在这儿逗留片刻。逗留片刻是多久2天3夜，也可能是30、50年。总之啊，我要等的那个人出现，才会离开。我怕你没那么长命。
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先问问我这帮兄弟。这帮吃里扒外没义气的家伙！你们以为跟他求饶，他就会放过你们吗？啊！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那么没有用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跟他拼了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既然他们肯跪下来求我，那么他们的性命就暂时寄存在我这儿。至于你嘛，你可真有骨气呀！孺子可教，让他们把脚底板洗干净，等我。脚底怎么有个疤？我这个不是疤，是泥巴。拖下去，洗干净，否则把脚砍掉。我自己来。让他去洗脚吧。啊，让他洗澡？要洗澡，这么刺激啊！要洗澡，还要刺激，这个春三是良心怀叵测。你小点声行不行？啊，我们作为山贼，怎么能怕一个女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一只脚黑，一只脚白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每天风吹日晒，有的时候还只晒一边。拖下去，给它磨皮。啊！要磨皮啊？要去皮？还要扒皮，太可怕了。洗干净了，再扒皮，难道是要吃了我？怎么脚上有只眼睛？这不是眼睛，是鸡眼。挖了。挖了。啊！要挖鸡眼，还要挖眼睛啊！这个女人简直就是蛇蝎心肠啊，帮主！帮主，虽然你做我们老大没有多久，但是我觉得我表示忠心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你快跑，我掩护你。一日做老大，终身是你爸，我怎么能够放下你跟兄弟们独自开溜呢？是不是？帮主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占我便宜啊？啊！你占我便宜就算了，啊！你居然还想霸占我的肉体，你摸什么呢？废物！要跑我不得拿点盘缠再跑。帮主，来不及了，你快跑，我掩护你啊！快走！行，帮主，我先走了。快走啊！再见。你是冲我来的，对不对？有病啊你！找死！我没病，你不要诬陷我。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想过要掩护我们帮主逃走，帮主也不会抛下我们这帮弟兄们的。我们帮主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，要走也只能是从大门走。好，我
我愿意为兄弟们而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我怎么会扔下我的兄弟们不管呢？帮主，说得好，我会记得给你烧纸的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你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为什么不让我检查？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想跑。想跑？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，不行！我这么多兄弟在那看着我，你让我一个做老大的以后该怎么混？我求求你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回房间吧。想什么呢你？来吧。神经病！你怎么这么多毛啊？我天生就这样，哪儿都毛多。你是不是要多看一眼？哼！你还想让我看哪儿啊？我开玩笑的，其实我只是头跟脚底板有毛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刚才的服务，给我来个全套一条龙的。我不要刺激，我不要拔皮，我不要挖眼睛。